小姐，请坐。这记呛筹，这记呛筹。你好，我母亲最近刚过世，我要办理相关手续。然后我们前一步嘅過程，我會辦理相關的手續。然後我們前一步嘅過程，我會辦理相關的手續。请节哀，我需要您母亲的户口名簿和死亡证明书。好。呛节哀，我要nhà mày嘅户口名簿同死亡证明书。好。呛节哀，我要nhà mày嘅户口名簿同死亡证明书。好。有带您自己及母亲的身份证印章吗？有带你去家同阿妹嘅身份证印内冇？有带你去家同阿妹嘅身份证印内冇？都在这边，麻烦你，杜迪亚 V， 麻烦杜迪亚 V， 麻烦。你要申请几份储户户籍誊本？2份。嘅唔愛申請幾多份儲戶戶籍誊本哦？2份。嘅唔愛申請幾多份儲戶戶籍誊本哦？2份。2份夠嗎？建議多申請幾份，後續很多程序都會需要哦。那我申請6份。2份啦麼？建議多申請幾份呢？後續當到程序都會用到哦。我申請6份好。2份啦麼？建議多申請幾份呢？後續當到程序都會用到哦。我申請6份好。好，請稍等。好，請等一下。好，請等一下。請問你知道我再來是要去國稅局嗎？請問唔知我撒下來我去國稅局係麼？請問唔知我撒下來我去國稅局係麼？你母親有留下什麼財產嗎？也沒有留下乜嘅財產麼？也沒有留下乜嘅財產麼？我母親有留下一塊地，我姐姐叫我去辦理分割繼承。我們有留下一塊地，我姐喊我去辦理分割繼承。我們有留下一塊地，我姐喊我去辦理分割繼承。好的。我建議你要先到地政事務所請領地籍誊本。好，我建議你要先去地政事務所請地籍誊本。好，我建議你要先去地政事務所請地籍誊本。再過來到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接着要到稅捐稽徵處，再過來去國稅局申報遺產稅。撒下來就會去稅捐稽徵處，再過來去國稅局申報遺產稅。撒下來就會去稅捐稽徵處查詢有無欠繳的地價稅跟房屋稅。一查地價稅同房屋稅有繳錢麼？一查地價稅同房屋稅有繳錢麼？最後再到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，清明再過去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，清明再過去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這麼複雜啊？很複雜哦，很複雜哦。聽起來很複雜，但其實只要資料備齊，依着程序辦理，1週內就可以辦理完成了。聽起來當複雜，不過唔係講資料準備齊全，就等詳細辦理，1禮拜內就做得辦好些哦。聽起來當複雜，不過唔係講資料準備齊全，就等詳細辦理，1禮拜內就做得辦好些哦。我知道了。我知嘞。我知嘞。6份誊本總共90元，6份誊本總共係90幾元，6份誊本總共係90幾元。這邊是儲戶戶籍誊本，一共6份，請你清點一下。也個係儲戶戶籍誊本，一共6份，請點一下。也個係儲戶戶籍誊本，一共6份，請點一下。沒錯。冇唔錯。冇唔錯。這樣就辦理完成了。安樣出判後嘞？安樣出判後嘞？好，謝謝你。好，案子是
好，按子说。